好多60歲後嘅朋友，其實唔係亂食，反而係好努力食健康嘢，專食糙米，日日飲果汁，早餐一碗白粥，晚晚飲老火湯，仲成日食堅果同豆製品，覺得咁樣先叫養生。其實食物本身未必有問題，問題多數係人年紀大咗之後，腸胃、血糖、血壓、腎臟同消化能力都同後生時唔一樣，份量、時間、配搭一唔啱，本來以為係幫緊身體，慢慢就可能變成負擔。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講，唔使驚，唔係要你乜都唔食，而係要學識點樣食得啱。減號，其實60歲後，連健康食物都要重新睇過。後生嗰陣，一碗飯，一杯果汁，一煲湯，可能食完都冇乜事，但年紀大咗，喐動少咗，肌肉又少咗，胃口細咗，身體處理糖分、鹽分、油分同纖維嘅速度都會慢咗。再加上有人有高血壓、糖尿，腎功能偏弱，就更加唔可以只係聽人講呢樣好補，嗰樣天然，呢樣清淡就覺得一定啱。最重要唔係食得唔食得，而係你自己食完之後，身體受唔受得，有冇覺得胃脹、口渴、腳腫，或者唔舒服。只要識得睇自己身體反應，先算係真係食得精明。減號，講到第一樣要留意嘅，就係糙米、紅米、十穀米同雜糧飯。好多朋友一聽到白飯唔算健康，就即刻成餐轉晒雜穀，覺得越粗纖維就越好。其實唔一定係咁，尤其60歲後，牙力冇以前咁好，腸胃又可能敏感啲。如果本身容易胃脹、肚瀉，或者食少少粗嘢都覺得頂住，太多雜糧反而會難消化，食完唔舒服。仲有一樣好多人會忽略，就係份量。你就算將白飯換成一大碗雜糧飯，如果份量冇減，血糖未必就會因為咁而控制得更好。正確做法唔係一下子全換晒，而係慢慢加。先用白米混少少雜糧，煮得腍啲，唔好太硬，仲要配返足夠蛋白質同菜。食完之後，留意下有冇胃脹、便秘，或者反而肚瀉，如果有，就要再調整。減號，講到鮮榨果汁，好多人都會覺得健康，尤其係見到100%果汁4個字，就以為一定冇問題。其實生果本身唔係壞，問題係一打成果汁，往往一杯已經等於幾個橙、幾個蘋果嘅糖分，但你又飲得好快，咀嚼少咗，飽肚感亦少咗。對血糖偏高，想控制體重，或者有胃酸倒流嘅長者，就要更加留神。好多時早上空肚飲一杯，未必頂得順，胃都可能唔舒服。蔬菜汁如果加好多生果、蜜糖，甚至當水咁飲，其實都唔算理想。最好都係食完個生果，份量細啲，放喺餐後或者兩餐之間少量食就夠，唔好成日大杯大杯飲。尤其糖尿病，或者腎功能有問題嘅朋友，真係要先問清楚醫生或者營養師，唔好自己覺得清甜就一定啱。減號，講到白粥、米粉、烏冬、淨麵，真係好多香港長者都覺得好清啊！早上食一碗白粥，病完未恢復胃口，又會想食粥，覺得易入口，冇咁頂住。但其實唔係話呢啲嘢唔可以食，而係如果一餐淨係靠粥粉麵，蛋白質少，菜又少，食落去好快飽，
但營養未必夠。特別係白粥同精製澱粉，消化得比較快，有啲人食完冇幾耐又肚餓，血糖都可能上上落落。最穩陣嘅做法，唔係唔准食粥，而係食得完整啲，粥入面加少少瘦肉、魚片、蛋或者豆腐，再配一小碟菜，咁就平衡好多。食麵都一樣，少啲湯，少啲醬，唔好餐餐都靠一碗白粥當正餐。減號減號減號，講到老火湯，好多香港家庭都覺得煲一煲湯俾屋企人飲，真係好有心。但我想提醒大家，湯水本身唔係壞，問題往往係落得太濃太鹹，或者日日都飲幾大碗。尤其加咗鹹肉臘味、濃湯料，鹽分同油脂就容易高咗。如果本身有高血壓、痛風、腎功能偏弱，或者成日水腫，就真係要小心啲。湯可以飲，但唔好當藥，亦唔係越濃越補。湯渣都要睇情況，唔好見到乜都食晒。最好係清淡啲，份量細啲。身體有病底嘅長者，就唔好自己亂補，慢慢調整會穩陣好多。減號減號減號，堅果同橄欖油、豆漿、豆腐呢啲，成日俾人話係護心又補蛋白，聽落真係好健康。其實唔係話唔好食，而係好多長者一聽到有益，就會食多咗。好似一邊睇電視，一邊咬花生、合桃，起初只係一小撮，點知越食越順口，最後成半包都唔覺。熱量同油分就咁樣超晒。豆漿同豆腐對好多老人家都係唔錯嘅選擇，易入口，又有蛋白質。但如果豆漿落好多糖，或者日日當水咁飲，咁就未必適合。豆腐都一樣，唔係話食一件兩件有問題，關鍵係份量同頻率。特別係本身腎功能比較弱，尿酸偏高，或者醫生叫你留意某啲營養嘅朋友，就唔好自己覺得呢啲一定冇事，然後放膽加碼。最穩陣嘅做法，其實好簡單。少量，固定份量，盡量揀無糖或者少糖。堅果唔好攞住一大罐慢慢食，橄欖油都唔係越多越好。豆漿豆腐都要睇埋你平時餐餐食咩？聽人講好，就日日大量食，呢個先最容易出事。尤其有長期病又食緊藥嘅長者，最好問清楚醫生或者營養師。自己食得安心，屋企人都放心。減號減號減號，好多時問題唔係你食得差，而係食得太自信。第一，覺得越健康就越食得多；第二，聽人講乜好，就日日照跟；第三，只係改咗個名，譬如由白飯變雜穀飯，但份量同配搭一樣冇變。第四，用湯水、果汁、補品代替正餐。第五，完全唔理自己有冇病歷，食緊咩藥。你諗下，茶樓一餐，超市掃健康食品，仔女買補品俾爸媽，屋企雪櫃長期擺住果汁，往往就係咁樣慢慢累積出問題。食嘢最緊要唔係追潮流，而係睇返自己身體受唔受得。減號減號減號，其實長者食嘢最簡單唔係靠感覺估，而係食之前先問自己三句。第一句，我今日食咗幾多？第二句，我係咪餐餐都咁食？第三句，我食完身體有冇反應？好多時就係呢三句已經幫到你睇得清楚啲。例如一餐茶樓食完，成日好眼瞓，心口有啲翳，個肚脹住，
或者成日口渴，夜晚起身去幾次廁所，又或者腳有啲腫，便秘幾日，甚至又肚瀉，呢啲都唔一定係大病，但就係身體話俾你知，可能呢種食法份量或者配搭，要調一調，唔使自己嚇自己，不過都唔好當冇事，最好就係平時自己留意，覆診時都講得清楚，邊樣食完唔舒服，幾時開始，係一時定成日都係咁。咁醫生或者營養師聽到，就容易幫你判斷得準啲。佢哋唔係淨係睇你食咩，仲會睇你身體有咩反應。減號，其實唔使一下子全戒全換，最緊要係慢慢調。煮食可以先減少少份量，唔好餐餐一大碗，水果就盡量食完個，少飲日日一大杯果汁。粥粉麵都唔係唔食得，但記住加返蛋白質同菜，例如蛋、魚片、豆腐，咁先比較均衡。湯水方面，清淡少少就好，唔使日日煲到好濃好補。堅果同油脂亦要有份量，唔好一邊睇電視一邊手找任食。最重要係，屋企人唔好話老人家你唔識食，因為好多時只係多年習慣，慢慢一齊改，反而容易接受得多。減號，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、高血壓、腎病、痛風、心臟病，或者成日胃痛、吞嚥困難，食完就頂住，體重無故跌咗，呢啲情況就唔好淨係上網揾答案。尤其你食緊薄血藥、降糖藥、降壓藥、利尿藥，飲食更加唔好自己亂補、亂戒、亂改。最穩陣係去覆診時直接問醫生、家庭醫生或者營養師，我呢樣嘢可唔可以食？一日食幾多？幾時食先啱？咁樣先至最安心。減號，60歲之後，真正嘅健康，唔係越清淡越好，越天然越好，亦都唔係越補越好。最重要係食得合適，食得有節制，食完自己覺得舒服。頭先講過嗰5樣嘢，其實都唔需要妖魔化。白飯、粥、果汁、湯水、堅果、豆製品都可以食，但重點係份量、頻率、配搭，同埋你自己身體受唔受得。如果你屋企都有呢啲習慣，不妨今晚坐低同仔女、伴侶一齊睇下張餐台，唔係話要即刻改晒，而係慢慢調一調。覺得今集有用嘅，亦可以分享俾身邊60歲以上嘅朋友，等大家都食得安心，食得舒服。下一條片，我再同大家慢慢講，點樣喺日常餐飯入面食得更穩陣。